收到好多客人查詢有關電影《寒戰1994》，周潤發同古天樂喺戲中所戴嘅眼鏡。一副眼鏡能夠為一個角色塑造屬於佢哋嘅生命。究竟佢哋戴咗邊款眼鏡呢？喺《寒戰1994》入面，兩位華語影壇重量級巨星周潤發同古天樂，佢哋面上嗰兩副極具個人風格嘅眼鏡，分別係由 The New Black Optical 連同萬年龜 Kamen Rider 同曾永乜 Matsunaga 聯手打造嘅聯乘特別版。周潤發飾演嘅角色佩戴嘅係 The New Black Optical 乘 Kamen Rider 藍金1113聯乘特別版。呢款眼鏡由我哋公司精心調製，唔單止採用咗獨家配色嘅鏡框，更特別為角色配上淺橙茶色鏡片。嗰種柔和卻帶有穿透力嘅茶色調，令鏡片後嘅眼神既沉穩內斂，又隱藏住不容忽視嘅銳利同智慧。另一邊，古天樂飾演嘅角色就選擇咗 The New Black Optical 乘 Matsunaga 聯乘特別版眼鏡。呢款眼鏡嘅特別之處，在於我哋為佢重新設計嘅鏡片形狀。剛毅有力嘅線條，配上精準嘅比例，令到成副眼鏡散發出強烈嘅現代感同權威氣場。如果你對呢兩款眼鏡有興趣，歡迎留言 PM， 我哋會將有關嘅資訊 send 俾你。